福音美麗，才值得福音密麗。我信福音感激熱禮，佢信主佢唔係虛偽，大家都福音美麗，齊念經主會愛你一世，給你自信，給你地位，這叫幸福，不怕流逝。這 family 好漂亮，內外靚一世。上帝阿姐祝福你，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裏邊擺靚姿勢，擺靚姿勢。